异地的明星，因为咱会晓感恩。啊，搁有哦，昨暝真寒，但是咱的文礼人员吼，咱这啊办做啊遮庄严，咱嘛是拢真正的赶时间来学礼节，所以啊，咱各位请选学礼节会当互咱文质彬彬，会当互咱气质气概妩媚，因为文礼就是内行的基础开始。所以咱会当来借着学志工，是安那老师甲咱讲，咱会当改变命运，想到改变命运，爱为你愿意，毋是单讲哦，我来拜师傅我袂，但是我要服务众生，哦，我无爱，我有家己的想法，安尼也是叫做自私。安尼就是济公老师的道理哦，济公老师就是要有济公济私服务大众的精神，毋是啥物代志咱想着家己。这是足基础，身为咱一贯的培养弟子，咱二摆堂娘拢爱有这种服务众生的精神。所以咱看这个天线，因靠着平常的时间，因会去访亲，会去甲关怀咱的道亲，关怀咱的老菩萨，啊，借着比如讲咱一寡经典的研究，也是讲班厝咱有一寡读书会。也是一寡出游的活动，咱有很多借由关怀的这个活动，重点嘛是就是要互咱的道亲感受着讲，有人咧甲咱关心关怀迄个温暖。啊，咱关怀别人，咱家己嘛是会关怀着家己哦。欢迎各位前选哦，我们有很多的这一种去关怀活动，重点嘛是就是我为人人，啊人人有一天咱有需要别人的时候，咱嘛会来帮忙咱。人人就会为我们。这是咱去年的感恩节，咱的双亲感恩活动吼，借着咱的班有除了咱的大人班、囡仔班、青少年班，来鼓励咱遮的后一代的囡仔，咱来知影要安怎上行下效，友好是咱基本的家庭上基础的。所以咱要哪借着咱的不同的一寡活动、班厝来教化咱每一个人的心，这是咱各位前贤也要非常有意愿，甲咱的子女、甲咱家己带入来活动，会当改变咱家己的命运，改变咱规个家族的命运。这是咱旧年吼在月骹咱伫新华山办的读经会考，各位前贤，咱个会记得咱课会班第二节课拢会念弥勒救苦真经吼，咱会来读诵弥勒救苦真经。各位前贤，咱嘛是每天吼要有读经的习惯吼，经典日常化，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化。这是出游吼。咱有看到家己的身影伫无？咱有对去出游无？一直行行的，照着外口美丽风景来美丽咱的心情。其实就是利用时光当中啦吼，咱毋是出去佚佗心情太好，咱真济伫遮心情嘛真轻松真好，这就是道。道其实无好无歹，无所有咱看到的讲哦安怎较是好，安怎较是歹，重点是当下的心情，咱是毋是拢有符合着常生活这个是地球轨道赤道中在运作行走，它是那么的正常，而不是脱轨而行。咱看咱来活动，咱有真侪活动，会当鼓励着咱的心，拢会当一步一步行向幸福的路。这是咱泰国